呢個故事始於一個願景，為香港建設一個獨一無二嘅市民中心。作為亞洲嘅國際都會，新嘅市民中心展示咗香港嘅開放、包容同多元文化。會同金門協興聯營公司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會將呢個願景變成現實。添馬艦發展項目以開敞嘅大門譜寫活力香港嘅新篇章。由一個小漁港而至今日，我哋喺慶祝回歸10週年之際，將喺添馬艦建設一個全新嘅市民中心同政府總部。添馬艦位於港島海濱中央地帶，有優越嘅地理位置，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，俾我哋造就一個獨特嘅臨海建築。計劃中興建嘅一條綠色通道，將夏慤道花園、金鐘嘅商業中心區同維多利亞港相連。沿住維港、海濱公園連接住中環同灣仔，茂盛嘅樹木、開寬嘅空間同豐富嘅海岸景色，為香港市民帶嚟一個全新嘅體驗，同時亦都為香港海濱造就一個特色景點。為民所見，為民所有，為民所用，正係添馬艦發展項目嘅目的。草坡沿住行人天橋緩緩落下，俯瞰住廣闊嘅維港景色，引領住市民到達海濱公園同各式各樣嘅休閒活動空間。草坡係城市中心嘅綠洲，係市民相聚、嬉戲、休息、靜思、放鬆同表達意見嘅地方。簡潔有力嘅建築造型，為各種各樣複雜嘅功能帶嚟平衡與秩序。建築意念上，願延伸展嘅建築板塊，將立法會大樓、政府總部高座同低座象徵結合起嚟，標誌住市民同政府各機關溝通無阻。開放嘅設計鼓勵市民親身體驗政府嘅運作。立法會內嘅展覽廳、教育廊、公眾席、觀景廊等等，均對市民開放，以收教育推廣之效。添馬艦嘅政府總部致力引用環保措施，為香港重現藍天盡一分力。除咗設計同建造上考慮到可持續發展外，文化同社會嘅持續發展，亦都係我哋嘅考慮重點。有人嘅地方先至有生氣，辦公者、市民同遊客日夜不同嘅活動，將添馬艦變成一個有生命力嘅社區。整個項目嘅發展將創造更多嘅本地就業機會。落成後，添馬艦將伴隨住香港市民共同發展，與我哋嘅生活同記憶交織在一起。春節嘅煙花匯演，回歸嘅慶祝活動，一家老少嘅草地野餐，孩子嘅初次學步，又或者係辛勞一天後嘅輕鬆小聚，由過去嘅軍港成為將來嘅市民中心，呢個歷程就由今日開始。佢唔單止係港人日常作息之地，佢將會為世所知，代表住香港嘅新地標。建築處理刻意謙讓，綠化成為主角，等我哋喺繁華嘅都市內造就一片喺霓虹燈下嘅綠洲。添馬艦呢一章嘅完結，亦都就係香港未來嘅開始。